里是北温的一个港口叫做Deep Cove。那我们等一下带你们去做一个小嘟嘟到 Granville Island。小嘟嘟黑马盖小船。坐小船啦。对，好期待到那个 island 上面哦。从手呢，一只岛就抽嘞，就去一个岛。从这里要搭小嘟嘟到 Granville Island 的 Public Market 去。就是你刚刚讲说那个小船，所以we are taking the ferry to the island's market。不错，人家哈，就从手都豆烘跟丝桶就抽了啦。对。Well, finally we are here。我们刚刚像这样子we are taking the ferry to the island's market， 是一个不错的经验。连从手都豆烘跟丝桶嘞。We are taking the ferry to the island's market， 真的不错这个小船还蛮稳的。老师，市场是不是在那边？对，市场就在那边。我看人现在已经这么多了是的。而且已经有闻到一点点那个味道了有。这么多人。老师，这就是在那个 island 上面的市集吗？对，公共市场。我觉得鸦片的呀。现在来到了这是 Granville Island 的公共市场。丝桶看到底部有卖很多那种蔬菜水果的。对，而且他们都排得很整齐。这个 island 上面这个市集卖的东西真的好多，你看那个，这像不像一个扇子？那个大葱嘛，大葱，没想到豆烘有按多的东西，岛上有这么多东西。怡姐，老师讲你豆烘要跟村旁亲有名的，吃看呢。在这个 island 上面有名店，当然一定要吃。而且我看排好多人排一下吗？We are taking the ferry to the island's market。值得连从手呢都豆烘跟丝桶，就老师推荐我们这一间，真的好好吃。这个是那个会花枝啦，就是那个小卷的对。这个 island 上面的美食很棒而且这个豆烘在市场底部会卖很多东西有水果，有蔬菜，还有这熟食好多东西。鱿鱼卷就好好吃老师你也要多吃一点。有。很多豆烘跟丝桶卖很多东西，那边增平后生。潮笋也都豆烘跟丝桶，听说有各式各样好吃的东西耶。We are taking the ferry to the island's market。同一个时间还可以欣赏到海港景色，也很美哦。